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直播。针对着2020哦，这第10届立委选举呢，咱有陆续邀请候选人到节目当中。咱今仔日呢，有共款继续邀请到咱现任的立法委员陈庭辉到节目内面呢，甲咱来探讨着这个选情的相关议题。好，咱今麦再来欢迎陈庭辉委员。学姐好，大家好，咱所有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庭飞呢，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有跟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他自己为什么要从政啊，还有呢，就是说，他有争取到的一些经费预算，还有一些建设跟他的基层服务，其实有够长的讲袂了，所以咱继续第二集来甲做访问吼。按个这集一开始呢，咱想要先来了解一下吼，咱台南市因为6个选区，第3选区吼，这个选情，因为咱知影讲田辉大概选吼，一届选比一届搁较侪票，哇！但是这届吼，咱国民党有推出了这个候选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台语歌手也加入嘛，哈。那而且这一次呢，这个选区有变，就是变成说原本是有缩小哈，安南区、北区跟中西区，然后现在变成说中西区并到别区去，剩下安南区跟北区。其实安尼选区变性呢，对你来讲是较好选啊，较歹选啊？其实吼，选举无好选甲歹选啊，但是因为都是那个选区缩小，对，大家都以为说啊，伊缩小是因为台南市的人口增加，其实不是，是因为当前10年前，其实依照台南的人口，我们就要是6席了，但是因为它有一个但书，就是立法院跟行政院可以去协调，就是最后的那个席次要在谁的手上，就对哪一个县市。所以当时候王金平院长就把台南的这一席拨到给高雄，是，所以只是在10年之后这一席归还给台南而已。所以我们并没有增加，如果有增加，我们大概我们的人口就不用去我们的选区就不用调整了，因为是从增加的部分去处理就好了。对，但所以是不是的？所以是由原来的我们的人口6席的部分。从5席，然后现在恢复到6席，所以每一个人的选区其实都有调整。哦，对，所有人都有调整。那它的一个实在的一个选举人口数，其实也都缩小，大概都平均大概30万左右。是哦，过去可能有38，甚至有些比较不平均，还跑到40几万啊。那现在几乎大家很平均。大概都是30万左右。那我的部分当然就是中西区，因为当时候市政府的规划就是把这个完整度，然后把中西区划分出去。那在安南区跟北区，那其实说真的，你说因为安南区本来就占了原台南市的3/5的土地，对啊，它原本的土地就很广，所以不会说有减少了一个区域，那我们会好选或不好选，并不会，而是我们原本。反而就是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怎么会缺那一块？因为跑习惯了，对啊，3届都是这样子一整个跑，安南区、北区、中西区，那突然之间少了一块，有时候都会觉得去参加活动，好像还要跟人家补一句说，现在这个选区不是我是某某某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在现在我自己都不是很适应，更何况是就是我的选民对啊，好多选民，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小英总统他就是同框，他有他的公 line 嘛，他的 line，然后就是会有你推荐的立委，然后公 line 这样子，然后有好多我的选民啊，中西区的选民就好笑的，因为。他就是推荐立委，他就推荐那个陈亭妃。可是因为他打的是中西区，他打中西区，很多人不晓得改了。然后跑出来就不是我，然后他就说就打电话说，今麦谁那中西区那不是提名，你提名别人，我说无啦，今麦中西区吼，今麦调整了，今麦是归什么人的选举区，不是我的选举区安尼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跟选民之间这种感情啦对，觉得以前就是3届他们来挺我们，然后我现在在跑
我都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人家会不会错乱啊？会不会影响到别人的选情啦？对、啊，就说错乱啊，到底问米来是被邓三米朗啊？所以我都尽量不要去影响到别人的选情，所以我都尽量就是尽量在我的自己的选区这样。但这个就是比较让我最近就是很 confused 的地方了哈。那其实我们在想的就是说。怎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因为安南区对我来讲，其实虽然是占了原台南市的3/5，可是因为真的大家都把我当成是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孙啊、妹妹一样。对，其实真的大家都把我当成自己人，所以其实跑起来就会很开心，会很快乐，所以不会说啊有什么改变。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安南区跟北区的一个调整，我的不习惯是真的还是会无时无刻接到我的选民说，我们家中西区到底是换什么人啊？只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啦，否则对我来讲其实。没有什么说有比较特别或是比较要注意的地方。那最主要还是我们都要稳扎稳打啦，每一步我们都要好好的走，然后让选民更清楚知道，过去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修了哪些法，对，然后为民众拼了哪些重要的政绩。对，这很重要。那我相信说，其实现在就算中西区不是在你这个选举区里面，你还是会做好这个服务嘛？对啊，对不对？我们一直其实说真的，我的服务啦哈，其实都真的不只是在我自己的选区，因为可能或许大家都会介绍啦。就是我们的选区就会介绍他的朋友说，我跟你讲啦，你在吹丹田灰啦，真的口耳相传的。对啊，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他都是会觉得说有信任感啊，对我们就有信任感，他就会帮我们介绍，然后就这样子会越来越多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对我们好像觉得来找我们。然后交给我们，我们基本上都会给他有回复，然后后续的追踪都会有给他们比较好去，因为不可能是100%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完成，对。但是我都要求我的助理跟我秘书、我的主任说，你一定要回复，对。所以我只要一接到说有人跟我说谁没有回复，我都会，我说真的我都会很不客气，跟我的主任或秘书助理说。你们这样是不行的，对，因为我们同理心，对我说，如果你有案子，然后交到别人的手上，人家都没有跟我们回复，你的心里会怎么想？你会不会很气？你会很气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加注在别人的身上？对，好，这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像我在这个协调会的时候，我都跟政府官员说，我们将心比心，很多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为什么不退下来？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家人身上，你还会这么做吗？你还会这样子的态度吗？对，你换个角度想，我相信你一定不会，你一定会很气哦，怎么会这样？那为什么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改变一下你的想法跟心态？我们也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跟政府官员去沟通的时候这样讲。那当然我们要这样要求我们自己的团队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在整个的一个服务过程当中，就是在学习啊，都是在学习。因为你有时候会接到的是很多的朋友是说真的，他可能会比较能够听你讲，但是有很多也是没办法听你讲，你就是要很耐心的、慢慢的开破给他听，改讲那个听数、那个情形啊，有些会接受，有些没办法接受，我们也没办法。可是。我相信，不论接不接受，我们都会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复。对，有些他就是说，他没办法处理，他就后续都不管也不讲，这样子人家的印象会很不好。对，那你们就是有尽力的，然后怎么去处理，然后都有跟他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可以体谅。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回复啦，真的不要是说案子到你手上就没有。我觉得我这个是很要求我的团队，所以只要是没有，我说真的，我是会开除人的。因为表示你就是对，不是在我的团队，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真的有一些朋友，哇，你真的有遇到我的团队没有去
做好的话，你不要客气，你跟我讲，你跟我讲，我相信我会做好处理。如果不好的部分我们要改进，如果真的没办法改进，我觉得那就是不适合我们团队的做法。我常常在选民服务时间哈，我的助理因为很多人，我的助理都会跟我说，后面还很多人，因为我每一个案子其实。我觉得啦哈，现在已经，因为我服务处的功能其实还算是还不错，就是说在服务处，其实我们的服务人员、助理啊、秘书啊、主任啊，其实他们在服务的部分，我觉得这是我们还蛮强调的，所以他们到我们服务处其实都可以得到服务。那到了需要我来协助，大概我觉得多数都是希望我们听他讲，所以我每一个服务案子哈，他会说哇，怎么都利用那么长的时间？我说或许他就是希望我们来。听他疏解一下他的心情，尤其我们很多的案子并不是我们能够帮他，他其实只是想说听听你的意见。现在已经变成说，除了我们服务，还是有一半那种心理导师，他会信任我们，对他信任我们，他会觉得说，我很多难解的议题，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过去其实现在有慢慢改变，过去都说好像我找立委就一定。要帮我解决，但是其实现在有慢慢在改变，他反而是找立委，他会接受我说你如果你会想要听我讲，好，那我就给你我的建议。但是如果你已经有想法了，那你跟我说你的想法，我要怎么帮你？那其实多数来到这边都会是希望我们给他建议。那我们给他建议的时候，其实多数当然还是会有人会觉得说啊，我来你就是爱搞我倒沙缸，还是会有这样。但是我觉得多数慢慢的。他都会觉得说哇，你听我讲，然后我来听你的意见。毕竟我们所看的事情，或是所接受的服务案件，甚至陈情案是比较多的。我们的样板很多，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过去的样板，服务过成功的案子，然后给你建议，然后你就可以用这样的程序，慢慢一步一步走。你当然大家都希望我一次就可以成功，那是人之常情。可是。有多少的案子是可以就是一次就成功？很少啦。对，很难。你又慢慢，尤其现在，其实行政单位说真的，他也慢慢都会依法行政。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觉得说我就是依法行政啊，大家会慢慢觉得说，你只要法的规定是怎么样，我就怎么做，你就势必要去跟他沟通说，喂，很多的事情我们。反而是我们的当事者要怎么配合，一步一步把法的部分先把它完成，你才有可能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才能跟行政人员沟通啊。你如果第一个阶段行政人员坚持说你要法，然后这个我们的当事者说没有，我不配合你，那永远就是纠结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就是帮忙再把这个纠结把它松开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慢慢的，我觉得，有时候你如果看到说进来的都这样很愁容的状况，对，但是我们跟他讲完，他是说啊，已经找到一个方向，很高兴的出去。其实我们内心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最快乐的。很多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是你最快乐的时候？我都说，当你看到有一个陈情人走进来是这样，满脸的愁容，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又讲出来，又觉得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话要讲，又一时之间理不出头绪的时候，然后我慢慢帮他理，然后帮他处理，然后解释给他听，然后把我们过去的经验给他，然后最后他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做了，然后很开心的出去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我们最快乐的。好，那现在亭妃要继续争取这个连任嘛？那我们知道说你从前面哇第7届、第8届、第9届，其实你的票数一直都有在成长。对。那这次你面对的是国民党的童晓云，还有另外一位台语的歌手要挑战你的这个吴牧，哇，那你对自己的选情的看法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稳扎稳打啦。我觉得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包括不论是北区的建设，或是安南区的建设，因为之前还有包括中西区嘛，其实我的建设是中西北区、安南区，但是因为就是选区调整之后，那我现在只有剩这个安南区跟北区。对。那我觉得希望是给真的有在做事努力的人，因为或许挑战你的人会去伤害你，会去说你有这啥代志，或许会这样讲，会说最了解基层。我相信
会了解基层的人，一定不比婷飞了解基层啊。我从议员一路上来，经历了那么多届，然后再到现在，总共迈入第22年，22年了。所以从地方的预算跟中央的预算，我相信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然后到底我所接受到的服务案件，我说真的。金管会都说我们在这个债务协商啊，因为还有保险的部分，说真的，我们都是在前面的，就是几乎那个服务案件是之多啦，可能是不敢比较夸张说我们是第一啦，但是真的就是在前面的一个名次啦哈，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是能够透过我们的能力啊。那天我还遇到一个银行的那个主管说。拜托啦，委员，每次你们都站在陈情者的角色，你们也要多站在我们的角色。我说，人家如果能的话，不会这样拜托你们，就是已经有状况了。好，我们都希望说可以协助人家就协助人家。如果说你稍微放一点点，帮他一点点，然后如果可以救了一个家子，然后救了一个人，对。那不是很好，你也在积功德啊，所以我们所站的立场，像很多之前那种保险啊，说真的，我们接到最多的案子就是保险公司，其实说真的，在理赔的部分都会比较有很多的理由啦，哈，就是你要怎样要怎样，那很多理赔都是从零，本来不理赔。然后我们帮他找出一些，对，我们就教他说要找出一些对他有利的部分，然后最后都变协商。那到底他们协商就是等于就是他们用协调的，然后和解，但是他们协调和解的部分我们就不介入了。好，那个金额我就不介入了，只要他们双方 OK， 因为我们都很怕碰触到这种钱的问题，所以那个我们只是帮他推波助澜，然后希望保险公司。你零，那个人家一定不能接受。原本零，如何进阶到这个当事者可以接受，然后帮他找一些资料。所以其实从很多的状况，其实我说真的，我们有很多样态。我们知道当接到案子，我们就知道，这个可以怎么做。其实节省很多那种不必要的时间。只要是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其实真的会少走很多冤枉路。所以这就是我们了解基层，然后。真的有在服务，我敢说啦，服务案件可能还没有人能够比我们服务处还多的那种样态，真的是哇，我很难，什么样态都有，很难去估算说，很多人都说啊，你们服务处怎么连这种案子都有，什么都接。对，我说没办法，我们只要能够帮到人家的，除非我没有能力，我只要能够帮到人家的，我都会帮。所以就是我们了解基层，我们也知道说。过去是基层给我们的力量，没有大家一票一票给我们，怎么可能会有23岁的陈亭妃当议员？对，更没有可能让陈亭妃可以当选立委，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很珍惜每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每一次选举，说真的都很难说，可以没有很多的所谓的谩骂，我都希望说这一次，把每个人要做的把它讲出来，不要互相攻击。对，不要互相批评，好，因为我想我不会再像过去的温良恭俭让了。只要是有任何的批评，有任何的攻击，我相信我一定诉求法律途径。这就是过去我都会想说政治不要缔结太多的敌人，但是我觉得很难啊，因为政治好像先把别人踩下去，我爬上去了，那好像就是他的。跟我爸爸以前跟我教的说，你政治你就是认真打拼。你的过来做，过来拼，基本上就是你的，成功就是你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是，好像学会要骂人，但这个我真的我不会。但是我希望说，我们能够公平竞争，君子之争，然后把你自己想要做的，然后能够带给那个这个所有的选民的，我觉得我很难听，我真的有时候当然一定有支持你跟不支持你的嘛，不支持你说你单条也不在做啥，一句话，我讲不在做啥，这545亿安怎来的？这道路安怎来的？这桥梁改建安怎来的？这抽水站安怎来的？这排水系统安怎来？当你要用一句话去否定人家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安南区整个的改变？对，你难道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不会是这些公文、这些资料，它都可以做证明的。所以每一次选举就会说啊，也不会这的东地，因为你一定要先把别人踩下去，你才会拜托人家去支持你嘛。哎呀，没在做代志，真的看一下我们的资料，真的。陈庭芬哪公单庭会不在做代志，我都不知道什么人有在做代志啊。对，哇，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访问呢，婷飞讲的只是她做事情的一部分哦。你在归档来，然后其实我们身为媒体，一直在观察婷飞的表现。公斤呢，她真的是像她妈妈讲的工作狂，对，然后其实是女强人，然后让人觉得很凶悍，但是其实她私底下还算蛮温柔的。而且上盖重要是干嘛讲吼，伊真正是一步一脚印，真正有去基层的服务，真的是大位拢惊透透的。而且真的，这选票不是随便来的。我补充一个，就是说，其实北区的发展啊，所以我讲的是另一部分。其实过去柴头港溪的部分，其实我当时当议员的时候。柴头港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它是一个小山坡地，然后到柴头港溪还没整治之前哦，它就是这个下雨一的欧北挂，所以随时着下破一坑，下破一坑。那我当议员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就是争取那个柴头港溪的整治。我很感谢那个徐天才市长，是徐天才市长当时候就是完全配合。当我们跟他讲的部分，他就是完全配合送计划。然后去跟中央争取，然后我们完全的配合款，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已经十几当前的代志，做议员的代志啊呢，很难去回想出来，所以我现在还是一样，公斤呢都要开始让大家 review 说陈亭妃到底做了哪些事，22年真的一路走来都是很认真为基层在服务，只是说22年来很多事。你现在看到的是成果，你没有看到说过去我们努力过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有这个真正今嘛这个代志爱讲给人知。好，那另外就是说，大家都会干嘛讲？在咱台南市啊，其实就是绿的，只要是绿的就可以选上嘛。你挂个绿的哦，得来算嘛，算得掉。你干嘛真是这样吗？而且其实我觉得像之前那个立委补选第2选区，郭国文跟谢龙介的时候，其实那个票数差距差了3000多票，那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很紧张，很紧张，说哇，怎么会蓝跟绿变缩成这样？那当然就是说他是补选，不是这样看。但是其实这也给大家一个简讯一个警讯啊，觉得说哇，今麦选举并不是讲你就是挂什么动力才对得掉，该是安呢？没错，其实你看到现在小党越来越多，就知道大家其实都会有一个想要挑战的一个想法，然后要么代表讲，因为在少年朋友嘛愈来愈多，少年朋友都不是你讲什么动就什么动然后爸爸妈妈给你导什么人得当导什么人，反而现在是年轻朋友在要求爸爸妈妈。支持他们支持的对象，其实真的现在整个的选举风气是改变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说，怎么样把所有的一个氛围做好，这就是人民的信任感、倾听、信任，这就是我们要找回的，而不是说你今天挂了一个民进党，然后旗号一拿出来，好像就觉得当选了。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或许是我的背景有点不同，因为我第一次选的时候其实是无党嘛，我是无党当选的。那无党当选之后，那因为当时还没合并嘛，原台南市就是6区，然后台南呢刚好北区没有任何一个民进党，没有一个民进党。我当时因为我的总干事现在也离开了，也就不在这个世上了。那当时候他。当我总干事，他是民进党的，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应该要加入民进党？我没有恶化，我说好，因为咱是爱带结婚的人，人家怎么挺我们，人家怎么教我们其实我们就要去允诺，就要做，所以他就说你要不要加入民进党？我说好，我就加入民进党，补足了那个所谓第6个选区北区没有人，没有民进党。所以也从那时候也是张灿宏刚当选，是，然后那时候中央也还没执政，好，所以但是你补足了这一块，其实在我们奠定基础，定基础上就最重要。我会记得在北区的时阵，迄当时我做议员，一开始里长民进党的，讲真的几乎是没有，民进党籍的立委是没有，到慢慢的有3个
到我第2届的时候再多了一点点，然后在第3届多了一点点，到现在总共支持民进党的大概有10几个。哇！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累积，不是说绝对不是讲今嘛讲的讲哦，那台南的立到出价，伫阮台南市不是立到出价的，伫阮台南市伫2008年哦，贾中鼎个输的哦，贾中鼎的总统选举是个输的哦，所以阮台南关系真正立到出价，每一场的选举真的就是绿大于蓝，而且绿的都开得很好。可是原台南是不是？就不是这个情况。原台南是大家努力经营，所以我一直在说，当今天民进党走到现在，你不能忘记过去，把别人曾经走过的，好像全部一抹而掉，好像突然之间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就会变成是这个结果，好像走到那个年轻的朋友出来选，都可以 OK 没有问题。都可以当选，没这么简单。以前我记得我23岁选举的时候，对于年轻的参选其实是很冷漠的。那时候大家还是觉得说，爱老一辈出来算，爱有经验的，爱有老祖给。所以我当时我都记得很清楚，我在拜票的时候，我常常是闭门羹啊。我要进去，人家都搞卡门啊，讲，而且讲说。这你可能行李都还没登哎，你在选啥？你有啥咪抱负？你有要做啥咪？你这部歌是要出来生生啊？我说不是，我不是要出来玩的，我是真的要做事，而且我没有包袱。所以当时候我就开始，人家肥皂箱谁要听你？我们又年轻，又是新人，谁要听你？我又不可能再去动员人来听我讲话，所以我就想到了，我当时候7岁帮爸爸。拿麦克风，我去到菜市场，你就要听我讲啊，对不对？我去到当时候是可爱，然后听到小孩子帮爸爸来可爱，大家听你讲，但是我现在想了，我现在要强迫中奖，强迫中奖是提醒大家，那个7岁的小女孩长大了，现在变这么大了，现在要拜托你们对支持，所以我要讲我的抱负，我的想法，我要拜托大家支持我。那你跑不掉啊，因为在菜市场买菜的人他跑不掉，他要买完才能走。对啊，买菜的人也跑不了，那卖菜的人也跑不了，所以我就在那边讲，我就是拿着麦克风，然后逼着他们就站在那个路口上讲，然后1次讲2次讲，让他们知道说原来那个小女孩长大了，然后我们是这样子吧，我就是妇女保障第一次是妇女保障上去的，是，然后妇女保障上去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不要再下一次，我们要做出一些让别人看到我们不一样，因为大家觉得年轻人就是你能做什么，所以当时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的服务案件，我第一次服务案件去到那个市政府，然后打电话，我第一次打电话在问说那个真我是某某某啊，然后那客气，那个真的好不客气。是哦，就说就是觉得你能做什么，你笑人啊，你也这样遮上。他就说，你可以来我看麦，你可以来我看麦。我吓一跳，我说怎么这样，口气这么大？这个市府的人怎么口气那么大？好，我也很谦卑，我就说好，那我知道，我就把那个资料啊再送过去来跟他讨论。是，但是就是一去就没结果啊。就没结果，好，我就想说好啊，那就在议会当中，我就要准备更多的资料。当时候其实电脑还没那么发达，对，我的那个海报我是自己画的，我自己画，我画表格，是收集资料，画表格，然后用这个POP， 然后把它做一个呈现，这样子海报呈现。然后每次还做道具，然后每次我爸只要看到我在那边忙，就说这个明天又要咨询了。可是我很感谢我的爸爸，我感谢我的爸爸是不干预我，因为我说我是很幸福的第2代，为什么我说我很幸福的第2代？就是说通常那个第1代就是说爸爸当民意代表从政，就是说他有时候会去干扰。小孩子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但我父亲不会。像他有很多的老朋友，像我第一次咨询，那当然大家不知道
我会问什么嘛，大家也觉得那这个小女孩不会问什么啦，她能问什么？但她不知道说，原来我7岁就开始在练葵花宝典，我就在看我爸爸的咨询带，所以我都很知道那个整个对应的方式，所以好，你们都知道，所以我在第一次，大家才知道说，哦，陈亭妃是有东西的，不是玩玩而已，所以之后在服务案件的时候，就有真的有当那么一回事哦，就打去市政府，大家不敢不理你，对，就不会把案子丢在一边了。好，然后呢，然后之后呢，大家就知道，我都会收集资料，然后就会这个咨询之前就会打电话问我爸爸说。恁查囝是要讲啥啦？不，你嘛讲一个。我听讲吼，伊讨资料，有个要讲啥？好像有说到我的局势啊，怎么样？对。都会先跟我爸说，你有叫伊吼，迄度安尼手洗牙管啊，等。好，那我就觉得，我其实我不知道，我是事后我爸爸就跟我讲，我就已经都咨询完了，都咨询。我爸爸看我在那边画就知道啊，是怎么一回事，我会接到电话就知道什么一回事了。然后呢，我咨询完，他看我回来才会跟我说，啊，那个某某某有打电话过来啦，反正你已经咨询完，我才敢跟你说，你都不要有压力，反正我是跟你讲，你改天就说，你就自己怎么样去应对就对了啦，就说谁有打电话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问政空间我很自由，对，而且他也不会干涉我，然后我自己像我要加入民进党，他也跟着我加入民进党，我爸爸是。党外人士，他一直坚持说他要一直维持无党，这是他自己从政的原则。可是当我决定要加入民进党的时候，我爸爸没有恶化，跟我一起加入民进党。跟你一起是你有说服他，还是他直接就跟你加入了？然后他要跟我加入，他没有任何的，他就说就是挺查囝嘛，他也信任你嘛，对啊，他就说他一开始也觉得说为什么要加入嘛，但是我跟他说这是我们咱这人。最基本的，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的总干事就是民进党的，那当然民进党没有人当选，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去加入，这个才是把这个补助啊，不然咱都是台湾心的啊，因为依照我阿公说真的，那是你像台湾文化学运是因为有媒体可以报道，很多人都可以去。以前野百合没有啊，野百合是整个声音是被封闭的，对，然后我们只有从阿公的那个哪里有。那个收音机去听到，我说如果当时的太阳花，我那时候野百合学运的时候，我应该是那个刚好是高一。我说我如果当时有可以有这样的讯息，可以知道是可以上去，我一定是那个也去那边静坐抗议的人。对，因为小时候其实就会有这样子的。其实说真的，你从小就已经在街头拿麦克风了，然后常常听爸爸在争取建设的那个咨询带，然后如果再加上说我们这个阿公，其实阿公也是党外，也是都在支持那个民进党的，所以如果从他那个在听那种党外的那种绿色的声音、绿色的那个发声，然后再加上我们，说真的很难不奠定我们这种台湾派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是台湾派啊，所以我就跟我爸说啊，我就是支持台湾的，我就是民进党的啊，我只是因为说，我们当记者，我加入党派不适合，对，因为我那时候是选择记者，所以我加入党派不适合，否则我本来就是民进党法官话，你也不点，你如果决定你自己的路，那你就决定，你既然支持你自己就是支持台湾，支持这一块本土意识的，那你就加入，然后他就跟着我加入，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一路的从政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第二代，就是我不会是受到爸爸的影响，说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反而是爸爸受我的影响。对，就是说我决定什么，他跟着我一起，然后协助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整个经历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还蛮珍惜的一部分。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你的爸爸觉得说，其实你就是做好了，他也没什么好挑的，所以就跟着你。对啊，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女儿有她自己的想法啦。对啊，我就说，真的，我爸就是希望我就是这样稳稳的。但既然我已经决定了从政，我觉得他就是全力支持。对，虽然
这当中有一点小小的革命，家庭革命，但是最后他还是一样，女儿还是女儿，还是一样尊重我们啊，对呀，对，哇，真的是很好，然后一个。其实说很棒的一个政治的算政治世家哈。好，那另外是说我们来谈到说现在的选举嘛哈，那可能很多时事会影响选举，包括这个反送中的议题啦，然后这个南方澳大桥断裂、陈明文300万的疑云，还有私烟案等等，有好有坏，对于你们的选情。那其实这对于那个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你来看的话，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事件哈，但是南方澳确实会，但是。我为什么南方澳会？南方澳就是说，在那个所谓的危机处理，民众会看说你这个政府的危机处理好不好，而且危机处理通常在这个政治，尤其越接近选举的时候，其实用垮掉的路贼，而且会放大的会更大。但是呢，这一次南方澳的断桥事件，其实对于蔡英文总统的肯定，跟对于林佳龙部长的肯定，其实是绝对的。因为我相信，包括他们在第一时间全部进驻，不论是行政院或是交通部，全部进驻，然后全部陪着这些渔民，然后不断的从搜救，然后到清除所有的断桥，让他们可以渔船可以进出，那个时间点都掌握的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如果你有拖到一点时间，说真的，很多事实都会改变，很多情况都会改变。对，所以你看蔡英文总统也亲自在第一时间也去关心，也去了解。所以其实我听陈欧珀委员，他是宜兰的，他说其实那边的渔民真的在这一次南方澳断桥的事件，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看，因为它就是很极端的一件事情。对，你处理好，基本上民众会给你掌声。好，就是说，因为你在整个处理的机制当中，好是 OK 的，是能够化危机为转机。虽然对于这个离开我们的这些移工，我们很不舍，可是，在后续处理，就是让整个的伤害降到最小，这才是我们现在政府要做的。那如果处理的不好，那我相信每一张选票都流失了，不只是南方澳，因为现在的媒体太发达了，几乎每天都在那边跟着跑。对啊，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发言失当，你只要一个动作做得不好，说真的，马上就呈现出来，那个直接就影响到你的选票跟你的民调。可是经过这个大事件之后，蔡英文总统的民调没有降反而升，然后对于交通部的处理也是绝对的肯定，这是我们听陈欧珀委员在现场跟我们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危机处理才是真正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你说其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还不至于会影响到蔡英文总统的一个选情啦。你说大的危机处理，那是行政团队的效率跟他的能力，就会，因为毕竟蔡英文总统他任命了行政院长，新任命了行政院院长，再任命了副院长跟部长，那这个就一定是会串联在一起，对，不会是说你切割说你做得好跟不好都是你的事，跟我总统都无关，不可能，民众不可能这样的一个切割。所以我觉得如果依照这整个事件大事件才会影响到蔡英文总统对于他的观感好跟不好，对，但是那种单纯的个人案件，我觉得还不至于。对，那总统选情跟立委选情会绑在一起吗？我们能够说的是，过去或许大家都会担心说，总统选情是不是会影响到立委的选情，然后所以说有一度低迷啊。可是我相信现在不会，因为蔡英文总统现在几乎人人都抱着他要赶快来他的选区。我想我在初选的时候，还有我们跟蔡英文总统的交情，然后很清楚我们在初选支持他，然后呢他这个蔡英文总统，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我的选区还没过来过为什么？你太稳了吗？不是，是因为还没有到我这里就被抢走了。我都被抢走了。然后蔡英文总统都说：“不要紧啊，你这个底吼，慢慢来。那个别人都用很大的力量要抢他，对啊，所以我就说，总统这个可以看出哈，表示过去人家说
那个补选那时候还有很多人怕他去帮他站台啊，现在没有，现在是人人都要他去站台，现在是等于是特效药，很多的，所以可以证明说蔡英文总统的部分已经不会去影响到立委你个人，而是立委你个人。你在那个选区到底能够得到好的票数，不好的票数，那个部分有可能在组织的部分，还有你的一个行销的部分，还有你的对于民众的那个热度，可能也要靠着自己。对。对，所以其实现在亭妃还是非常忙于就是说当立委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嘛，是然后一方面又要顾选举。哇，那最后的话是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说，你就是在你处理立委的事情的闲暇之余，其实也没什么空了啦，都还要去忙选举，跟大家讲一下你现在选举的大概一个流程是怎么样？其实现在我们就是利用空档了哈，所以最近大家会看到我穿的越轻便哈，然后轻便是说，一方面也可以开会，那一方面回来就可以不用换装，马上我就可以，我说我的车子随时都带着这个看板，拜托大家支持陈亭妃的看板，然后还有小蜜蜂，然后其实比较辛苦的大概是我的司机助理跟我的随身助理啦，因为他们大概就是遇到一个工作狂的老板呢，随时就是要应付我，然后呢，可能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可能看时间 OK。我随时可能就是停下来，在这个路段，我就开始拜托大家，就是这样子，用一个很随机的。然后，如果礼拜六、礼拜天早上，如果行程 OK 的话，我就会利用时间，然后去拜票，就是等于说，跑菜市场，好，然后让大家记得说，那个要帮我拉票，要当我的后盾。所以，其实我们不断的提醒大家，就是说，当我要开会，在台北开会没有办法在地方的时候，要拜托大家当我的分身，因为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当每个人帮我拉票，其实会比我自己替自己讲好话会更重要。因为别人帮我们拉票，会帮我们讲好话，这个我相信这种状况其实会比别人好比我自己讲会好很多。像我就一个好朋友啊，其实他也是因为服务案件而变成好朋友的。他其实他是因为买到凶宅凶宅，对，凶宅很麻烦。然后凶宅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登载，就是说我们的过去还没修法之前我们的那个记录里面，他只有登载说你是海沙屋，没有登载凶宅。对，所以你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记录里面看到说你这是不是凶宅。那如果要刻意隐瞒的话，有可能你买了，而且手续都办了，你退不了。对，你而且又去法院去拍卖，你说如果私人，你还可以用私人的去告诉的部分，表示他隐瞒资讯。可是法院呢，他去法院拍，我这个 case 他是去法院拍的，拍到的一个凶宅，哇，我们政府单位的凶宅所以你说从法院拍出来是一个凶宅，对于他来讲。多 shock， 而且他又担心。他说：“我安尼欠长内东，爱欠这条钱，你要搁买到一个凶宅，搁袂当大，要安怎办？然后该有的手续都办了然后办了之后，相关的银行啊等单位也都不认账，说例如板料啊，他都来找我，然后我就慢慢陪着他修法，这个是从修法开始然后再邀银行，我说。”同理心，我还是讲同理心。你想，如果你买到凶宅，你还办了，而且他又不是家里面很有钱，他是欠的内斗，为了要养家己的囡仔，有一个温暖的窝，以前就是用租的，然后这样，他慢慢累积到这样的一笔头期款，那想说去法院拍应该比较安心一点，结果遇到这样子，所以最后这样经过沟通啦。当然，银行也有协助他啦。那最后我们也修法，修法就是未来在任何的资讯公开资料里面，在房子的资料一定要，如果是凶宅不能隐瞒，因为这个确实是有一点，那个漏失的部分。对，原来这个法是你来提的。对，哇，你不讲，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啊。没错，所以他就跟我变成好朋友啊，因为他就觉得说，在他。茫然无助的时候，好像我们给他了一个希望，然后确实
也帮他慢慢的也买到他的新房子。对，他最后不敢去买旧房子去拍了。他说我在努力累积一点，我买新房子，所以他也买到新房子。然后他那一天还赖我说，我有帮你拉票哦，我有去安南区北区帮你拉票哦。所以那就是已经是感觉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能够做的，你像我还要说，像我们校园现在有多一个这个意外险，除了学保以外，还多了一个意外险，那个就是我修的，是你修的哇？对，因为我们过去就是从学保，很多学保其实它有一些保险理赔的限制，但是这个对于这个当事者都不公平，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保险，就是意外险，其实在这一次大家还记得在渔光岛。就是那个秋茂园，然后就是小孩子被压到，对义载，然后小孩子被压。好，这个案子周丽晶议员好接到，然后来拜托我，然后真的还好，有这个修改了这个所谓校园的意外险的这样的一个多了一层保障，是，所以让他的家人还可以多了这一笔的一些补助，对，好理赔，对，否则说真的。你一个这种意外事件，没有一个老师愿意把小孩子带出去遇到这种意外事件，而且那是一阵怪风，没有人可以去理会说那一阵怪风。当然，那个房子在那边适不适合，那当然是一个问题。可是我们在讨论那个适不适合，你是对于他的这个案子的理赔是于事无补啦。好，这个只能说管理单位，管理单位他们的。一个职责，所以他们有意外险是不是能理赔？这个是一个，但是我们应该是要朝更多的方向去帮他。所以也因为那个修法，他也得到另外一个，本来也不要理赔啊，本来也不要理赔啊，来找我们的时候都是不理赔的，然后我们就说你这个不理赔，那我修这个法干什么？我说你不知道这个法是我修的吗？我修这个法，结果让你们说。那个无理赔的依据，我说那你帮我们当成神经病吗？那我们当时在立法院，我提这个法，然后又修这个法，又通过又公告，然后每年我们的中央都编了预算，然后做这样的一个意外险的这个招标。对。那到该付理赔金的时候，你们又理由一大堆，这我哪能接受？然后这样子的。我们要求教育部要出面等等这样子，最后有和解，对，哇！所以其实很多，所以真的除了讲建设，你说真的3天3夜讲不完，对呀，你连我们碰到的很多案子，其实要讲也都讲不完，对啊，这其实都有一点那种很难去解释的，就是说就是缘，就是你每一个你只有说当这个案子会来找你，那就是缘分。这个缘分，我们怎么利用这个缘分来帮他协助，把它完成？然后透过我们知道的法令，透过我们知道的一个程序，来帮他解决到最完美的状况，最能够接受。不敢说100%，起码他能够接受。这样子我相信我们就比较功德圆满。对，哇，相信这20几年来这个。有几十万件的案件吧，真的超过，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也会帮你拉票的。好，那最后你是有什么话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讲啊？我要麻烦大家，真的，当我们在台北开会的时候，说真的，大家真的要当我们的后盾跟分身，因为如果你认为说陈亭妃真的是有在做事，对，那拜托帮我们讲几句话，你。讲1句话比我们讲10句话还有用，然后帮我拉票。那我们现在也有从 LINE，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把讯息很直接第一时间传给大家也有困难。那拜托大家就是加入我们的 LINE，看我们的脸书，或是我们的打电话到我们的服务处，然后看怎么去加 LINE， 然后把这个 LINE 的部分加入之后，我们会告诉你包括我们的活动。然后包括我们今天做什么事，然后呢，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讯息要告知，好，甚至你有任何需要服务的，也透过这个 LINE 告知我们，你不用跑一趟到服务处，我们就会透过这个群组，然后来做服务，给你回应。我相信这就是现在网络最重要的无远弗届的服务。对，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明年的1月11号，我希望说。我们还可以继续在为我们所有的
好朋友一起服务。我相信，能力，还有我的精力，还有我的耐力，甚至我对于大家的热情，这个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好，谢谢婷飞。我想呢，要把一个好的人才真正有在做事的人留在立法院大家就要好好的去了解他。那想要了解的话，其实现在资讯很公开嘛，你上网去查一查，看一下电视节目，其实你就可以了解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因为短短的时间里面无法真的讲好几天，我想3个月大概也讲不完好，那就是让我们观众朋友呢，其实透过节目啦，也多少刚才其实有一些我也不太知道说是你做的不知道婷飞争取的，就这些法案真的是相当的重要，哇，这些服务也是很重要。好，再次谢谢婷飞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好，马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启明时下》直播，大家各一段落，咱再会。